上下班出车祸，伫咧工地做事无细力摔落来，这拢是职业灾害。为了让民众知影讲发生意外了后会当安怎来申请职业灾害的补助，要去倒位做复健，这就同步到翕影片来介绍到职业灾害的状况。落岗会当安怎来找找资源，希望讲有需要民众拢会当受到政府的协助。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，状况比较严重，未来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复原。没事啦，你没听过拍等手骨电都用吗？影片内底阿文因为做工课无细力，互机器伤到，后续透过职业灾害专服员的协助复健，后来顺利转去做工课。这是劳动部翕的宣导影片。劳动部职安署表示，希望透过影片，互民众了解，若是有职业灾害，政府有提供专业的服务人员，通协助劳工复健，申请补助，面对困难。有的时阵伊毋知伊要安怎。经济上啊、心理上啊、医疗的方面啊，有要登去做工课无？什么时阵适合登去做工课？职安署表示，职业灾害分做职业病、职业伤害两种。亲像营建业这款风险较悬的工课，因为接伫较悬的所在做工课，骹手上接受伤，甚至有可能会摔落来。若拄到这款职业灾害的案件，职安署就会整理提供职业灾害的服务，帮助劳工来了解。针对这权益部分，先甲伊做一个说明，有一寡法定的规定，先互伊做一个补充，互伊了解一下，然后接下来阮就是一直来关心关怀。职安署表示，若是发生职业灾害，因会协助劳工申请补助，找适合的复健资源，嘛会提供心理上的支持。另外，宣导影片当中的演员嘛有分享家己咧做工课时受伤的经验，嘛讲伊是因为翕即个影片，才知影有职业灾害的资源通申请，伊认为帮助真大。发生的事情就是自己在训练的时候，虽然有专业的指导、武术指导在旁边，但是还是有受伤。就我自己是肋骨去撞到，就是差一点点就断掉。那目前其实还会痛的状态。职安署嘛强调，职业灾害各行各业拢有可能会发生，就算是去上班的过程出车祸，这嘛是职灾的一种。呼吁民众发生职灾意外，通找政府斗相共，安尼就通早一日登去到工课场。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